力竭，繼續青筋暴現，不平則鳴，只因心係香港。身體力行，隔空發功，黃毓民頻道現在同你剖析政治。黃毓民頻道近期啊，首次係準時同大家見面啦，即係呢個多得大嚿啊，因為即係如果係第二個咧，咁就又係踢晒腳，咁我就要即係首先自我踢爆啦。點解遲咧？就其實就冇關係嘅。我啊成日都早到嘅，我啊成日都響度嘅。問題咧就係你哋唔嚟咧，我唔敢開咪嘅。即係台長有一個嘅即係習慣啦，或者有一個嘅傳統做法咧，就係即係毓民未到啊，或者淨係得我又未到咧。你一個人你就唔肯開咪？唔開嘅，我唔開。但係其實你一個人開咪咧，好多觀眾都好想聽，好中意聽嘅。唔係啊，你係都唔肯開。唔係啊，你做 solo 都大把人聽啦。係啊，我做 solo 就冇人聽噶啦，真係。咁但係咧，即係大家事前咧有君子協定嘅，就係話咧，總之就唔好甩碌，係嘛？一定要喺嗰個立法會個會期完成咗之後咧，盡量抽時間上嚟。咁咧，由於咧就大家都知道咧，呢兩個月咧，事實上對即係喺立法會入邊兩位議員咧，人民力量嘅大嚿同埋毓民咧，個體力造成好大嘅透支啊！咁所以咧，嗰晚完成咗之後咧，即係個會期完咗之後咧，咁第一時間我同阿毓民講，放下假啦。咁我亦都想嘅。咁所以咧就係講啦，就係阿大嚿同阿毓民唔上嚟，阿皇上上嚟。如果其中一個上嚟咧，阿皇上都唔上啦，因為點解？連阿皇上呢排都謝啊！即係早午晚啊，大佬！早午晚啊，你一早開晨操。係即係話，即係一個即係咁後生嘅30幾歲、30零歲嘅咧，我睇佢都有少少即係開始覺得呢個選舉嘅環境都係。唔係，因為選舉係勞心勞力嘅。唔止即係淨係勞力，係勞心嘅。勞心咧係好傷，同埋好易攰嘅。因為你一個人咧喺個壓力底下做事情咧，其實就等於你喺冇壓力之下嘅可能幾倍付出咁嘅幾倍。咁但係唔緊要嘅，大嚿咧就唔知點解咧，就咁多個咧最遲係你開波，即係個選舉嘅功能。但係你啊似乎真係叫做咩啊，胸有成竹。咁我又唔想過分咧去即係令到大家對你過分樂觀啦，因為如果你過分樂觀嘅時候，大家唔做嘢啦。冇，絕對冇過分樂觀。你唔好咁快講胸有成竹啊！成竹我成日都話可勝不穩。係，但係你睇個樣啊唔係，睇個樣都幾開心。笑容冰嗱咁多個咧，我又覺得即係我同阿大嚿咧，即係我同佢傾偈咧，我覺得即係完全佢嘅人咧就真係相當之好冇壓力㗎。即係我感覺到，即係我唔知係啲咩係啲性格原因定點樣啦。咁但係起碼一樣嘢咧就係，打電話叫佢嚟，咁啊即係準時嚟到。咁而且咧就即係同大家咧談笑風生。咁今日咧第一節咧，其實我哋就即係應承大家啦，即係我哋以後每一次咧，我哋都做一個短短嘅選舉 update。係，即係因為咧，其實嚟緊呢個月咧，差唔多可以講話咧，就即係跑馬嘅術語就轉入呢個直路噶啦。就係而家呢段時間衝啊。咁但係咧，我自己對今年選舉觀察咧，我就覺得咧，你未住家入閘啫。入閘衝緊啊！我仲有7個幾禮拜大佬衝喎，大佬你而家長途賽嚟。入閘咧，陳咗入咗啦，不過你唔知啊，即係除非有啲脫腳嘅啫。個問題咧就係，即係如果你話喂到而家都係入閘嘅心情咧，我諗咪唔使玩嘅啫。你家已經話轉緊仰無遠彎啊，大佬佢真係。因為點解咧？我就覺得咧，即係差唔多咧，就好多嘢嘅部署咧，即係如果你到而家先至走去諗咧，就事實上太遲啊。咁但係咧，頭先我講話咧，今年嗰個選舉咧，其實一個好特別嘅地方就係咧，我覺得咧，以往選舉嘅一啲分析嘅基礎咧，今年係唔成立嘅。咁點解唔成立？我陣間會講啦。咁喺呢個即係選舉 update，即係呢個分析 update 之前咧，其實我就要想講一段新聞出嚟先，就將呢段新聞連結翻喺個選舉個同個即係整個政治嘅生態嘅一個大局嘅分析。咁大家知道咧，就我哋個新任嘅教育局局長係吳克儉啦。咁事實上佢上台之前呢，大家對佢嗰個背景咧已經係諸多嘅揣測，或者對呢個人咧即係唔係太有大嘅好感嚇。咁咧就今日即係呢兩日發生好奇怪嘅新聞咧，就係佢身為一個即係剛上任嘅教育局嘅局長，佢係上咗北京，而係事前係完全冇傳媒嘅公佈，市民係完全不知情。咁點解傳媒會知呢？就因為佢上去見咗呢個中央嘅教育局局長之後呢，中央就喺嗰個中央嘅網站見到
公佈見到，咁香港嘅傳媒先知。好啦，咁佢翻嚟先問，原來佢上面傾咩嘢咧咁樣。咁若我估計啦，就中央講咗佢講傾咩嘅？國民教育。哦，咁啊，同埋呢一個嘅回歸15年後要呢個嘅加強呢個嘅國民教育，即係香港人嗰個嘅即係愛國啊，同埋對祖國認識啊等等咁。實際中央基本上個部長係講咗，即係佢講呢樣嘢，係講呢樣嘢，係啊。咁實際上，如果用我哋香港嘅簡單嘅語言去講咧，就係話要加強對香港市民，特別係學生嘅思想控制。咁啊，可能由小做起啦，可能由幼稚園嘅階段咧，喺首先就小學，跟住做到中學，跟住去到呢個大學咁樣。即係全部小學全部要成立小風隊。係啦，咁啊，大家睇到嗰張相噶啦，即係有一個半軍事式嘅訓練咁樣。咁呢件事咧，即係我唔需要多講，我同大家唔需要多講噶。佢實際上喺香港嘅市民同埋特別係家長入邊咧，引起咗一個恐慌。喂，你搞但搞啦，即係我哋心甘情願啦。我哋點解首先要搞啲細路仔先？係咪？啲細路仔佢接受啲咁嘅教育之後，咁佢長大咗會變成一個咩人咧？咁樣咁呢個就引起一個好大嘅爭論嚇。咁但係點解會係咁樣咧？其實呢個連結起翻上嚟咧，大家會睇到個趨勢，就係咧近呢幾年咧，大陸伸嘅手落嚟香港咧係越伸越長，要掌握嘅嘢越嚟越多。同埋你睇到呢一個嘅做法咧，係同呢一個嘅中聯辦支持梁振英嘅即係政權嘅態度立場同埋嘅即係喺香港嘅即係港共嗰個介入咧，係一脈相承。同埋呢個明顯係中央對香港嘅管治嘅政策同埋嘅策略咧，隨着支持梁振英上台嘅時候咧，係已經基本上定咗調，係啦。咁所以喺一上台之後咧，跟住連串嘅即係事務啊、事工啊同有關嘅問題咧，例如呢次吳克儉訪北京嘅做法，強化呢個國民教育嘅需要咧，跟住落嚟連串嘅即係有關嘅措施類似問題，可能會相繼出現㗎咯。係啊，嗱，其實呢個事即係話講話支持梁振英咁，但係呢個即係呢個支持其實係背後個背景啊嘛，就係覺得回歸10幾年，中央對香港嘅控制不盡如人意。同埋香港人嗰個嘅對中央嘅抗拒嘅精神，抗拒嘅態度越嚟越強烈。呢個喺即係中庭要做嘅部分嘅一啲民意調查係反映咗出嚟啦。你唔好理佢準唔準確到，但係整體嘅趨勢係就當呢個即係中央嘅立意要將加強對香港控制，香港人嘅反彈嘅力量係反而越嚟越強。係啊，呢個反彈嘅力量咧，唔單止係喺政治上面表現到，喺文化上、喺經濟上、喺教育上都慢慢顯現出嚟。同埋你更加出現呢一個嘅地產黨同共產黨嘅鬥爭啊嘛，係嘛？咁所以咧，即係呢一個咁嘅政策，如果定咗調之後咧，唔好講話有反彈，就算有反彈，只會越嚟越強，隻手越嚟伸得越嚟越密，越嚟越長。咁又再翻返嚟一個惡性循環，就令到更加多嘅香港人產生一個反感。嗱，呢個同共產黨嘅即係處事態度、管治嗰個管治嘅模式同個傳統有關。即係共產黨要做任何嘢咧，基本上就係即係定位啊嘛，同埋定性啊嘛。定性，佢一定係第一樣嘢做一樣嘢，唔好理咁多，定咗性先。係啊，即係佢一定咗性咧，就跟住中央一拍板，我諗呢啲決定咧，即係隨時係去到政治局常委嘅。咁你政治局常委一定咗調、定咗性，跟住個策略就跟住落嘅話咧，下邊咧就執行。咁跟住各部各門即係等等咧，就會配合呢樣嘢。咁啊配合嘅咧，咁咪齊喐咯。咁有啲呢個喐先，嗰個喐後，係嘛？咁支持梁振英嗰個係一個最重要嘅決定啦。嗰度一做完嘅，咁咪跟住啲統戰部喐啊，教育部喐啊，仲有一個係嘛？呢個特工部，特工即係國安部，即係嗰啲可能係最早喐啦，嗰啲嗰啲可能係最早喐啦，係嘛？咁但係即係你跟住落嚟嘅。哇！我相信除咗吳克儉，即係作為即係香港呢個教育部門，就翻呢個嘅即係國民教育方面啊，即係要相應配合之後咧，即係跟住其他文化、體育啊，即係跟住呢一個嘅即係民政啊，哇！我相信排山倒海嚟，排山倒海嚟噶咯。所以咁跟住呢次選舉咧，又係啦，又係一樣噶咯。你所有嗰啲去被視為敵對派系嗰啲，跟住個抹黑打壓。
哇，真係即係分化啦，或者分化啦，會係好呢次係我諗係歷來，隨時係歷來即係回歸之後最激烈嘅，同埋最呢一個嘅抹黑程度最強係啦，最強嘅一次㗎咯。嗱呢個咧頭先大家講過咧，大家要連結翻另外一樣嚟睇，就係嗰5C14局。其實頭先嗰啲任務咧，其中一個咧都要交喺文化局嗰度嘅。咁所以呢個文化局咧，你唔好睇輕佢啊，好大作用嘅，要配合呢個即係洗腦嘅。或者呢個思想控制嘅工程係嘛？咁呢個第一樣嘢啦。嗱，頭先你講到咧嗰個選舉嘅問題咧，我哋就要連結翻呢一個越嚟越加強香港嘅控制呢一個咁嘅大原則去睇。就係今次嘅選舉點解同以往唔同咧？其一咧就係呢個選舉嘅部署咧，要因應梁振英呢個政權去岌岌可危嘅情況而加以配合。咁呢個點解咧？就係話，如果你梁振英嘅政權喺未來呢一年，都遇到好似而家喺剛過去嘅呢個立法會嘅年度，即係呢最後尾呢個月遇到咁嘅狀況呢，事實上呢個政權好難維持落去。你根本做親嘢，你都同呢個即係立法機關有一個好大嘅矛盾。呢個矛盾唔單止係同呢個激進民主派，甚至到連部分嘅建制派都出現一個極大嘅矛盾。根本呢個係對佢嘅施政呢極為不利嘅，而長期都唔可能。所以今次第一個任務呢，中聯辦一個任務呢，就係要令到新選出嚟嘅立法會嘅成員，大部分係配合到梁振英嘅施政，同埋不但配合，而喺即係嗰個嘅立法會裏面呢，係會成為強而有力嘅保駕護航嘅支持嘅，即係組合。因為過去有啲人。即係好多時支持你，包括好似李國寶啊，或者係即係霍佩婷、即係霍震霆嗰啲咁咧。即係佢好多時喺中聯辦撳到，或者其他方面叫到咧都做嘅。咁但係嗰啲就被動，較為被動。而家就唔叫你都要做，主動去做。同埋咧，要有嗰個嘅積極參與同埋領導嘅角色。係啦，所以佢就揾咗呢個馬逢國喺文化方面啦，就取代呢個霍震霆啦、吳亮星一個嘅即係中銀嘅一個好資深嘅成員，以前做過立法會嘅成員嘅，咁亦都即係再就翻嚟呢個立法會取代呢一個嘅李國寶。所以你睇到呢啲咁嘅即係情況咧，係同成個對港管治嘅手段同埋個策略改變有關嘅。譬如最近你聽到啦，呢個嘅發展局揾陳茂波去做，喂，揾陳茂波去做，我頭先你一提到有關嗰個嘅管治策略其他嗰啲咩部門啲特警部嗰啲都會喐咧。喂，隨時去揾陳茂波做發展局咧，係向你啲地產商威脅㗎，係嘛？我揾一個唔識發展嘅人嚟，喂，你揾一個唔識發展嘅人嚟，個目的係咩嘢咧？個目的係咩嘢？咁架空佢咯，係嘛？係嘛？喂，揾個唔識發展有關呢個嘅土地規劃有關呢一個嘅即係建築方面，即當然最主要嘅理由就幫呢個梁振英擋價先啦。最低限度屋宇署唔會告佢啊，係咪啊？都好難嘅，都好難嘅。咁但係好明顯呢，如果你陳茂波做發展局局長嘅話呢，一個好明確信息嘅就係透過佢控制發展局，而向呢個嘅地產黨開戰。你有任何嘢嘅話呢，個發展局長隨時搞到你某地產商雞毛鴨血。因為呢發展局呢個位置呢，大家絕對唔可以睇輕㗎，一個相當之喺而家呢個時代嘅背景入邊呢，一個相當之重要嘅位置嚟嘅。咁但係呢，即係如果揾一個即係好似陳茂波咁嘅級數嘅人去做呢，咁我就覺得呢，即係事實上亦都反映咗另一個問題。就係梁振英入邊嘅內閣係冇人才，冇人會幫到佢。咁呢個就即係後話啦，我哋啱再講。但係而家成個問題就話，如果成個選舉嘅策略要配合呢個即係加強對香港控制呢個大嘅前提之下呢，部分嘅現任嘅議員係會被清洗嘅。呢個係唔單止喺功能組別，只不過功能組別係一個重災區，而部分嘅直選都可能出現呢個狀況。唔係，所以你好清楚睇到呢個民建聯、工聯會一早部署嗰個直選，或者部署呢個嘅超級功能組別咧，係完全冇理會呢個。呢個有少少端倪㗎，大家睇到啦。根本而家係咩咧？即係喺呢個共產黨直接管轄嘅直接管呢個控制嘅外圍組織以外咧，基本上佢已經冇人信得過。
嗱，你基本上你見佢排咧，譬如你呢個超級功能組別，你呢個左派連埋呢個保皇黨最多贏3席嘅啫嘛，因為5個位啊嘛。佢3席裏面，民建聯攞咗民建聯已經2個提名，跟住工聯會，咁根本係完全冇你建制派，冇其他位俾你。你地區直選咧，嗱好簡單，新界西民建聯出3席，跟住工聯會1席。新界西9席，大家估呢個就算你保皇黨即係呢一個理想啲咧，都係5-4分，5席民主派4席呢一個嘅即係保皇黨啊嘛。咁你呢個民建聯加呢一個工聯會已經攞晒4席，係嘛？所以你見到好多個區嗰個部署咧，基本上係完全係工聯會加民建聯一統天下。喺保皇黨方面咧，完全冇與你其他即係呢一個嘅所謂建制派嘅政黨即係個利益嘅。係啊，咁如果你話少少剩翻少少位啊，俾類似咩人咧？梁美芬嗰類啦咁即係冇影響力嗰啲咯。即係你單獨嘅，即係你肯定控制得到嘅，肯定控制得到嘅。如果你其他工商黨嗰啲完全唔預你㗎，唔預你㗎啦。係咪？譬如你田北辰最後話要衝出嚟，完全係冇呢個嘅中聯辦嘅支持同埋呢個嘅授意嘅。所以第一個唔睇好咧就自由黨啊，即係今年就即係特別係港島區啊，呢個唔係同人民力量賣廣告，因為首先第一樣嘢咧就係理論上可以留見啲票，留見啲票都可能搶到翻嚟嘅所以就唔使驚啊。咁但係咧，即係呢個成個局面係顯示咗一樣咩嘢咧？就係咧呢一個嘅未來呢一個月咧，其實佢會出現呢個可能好大嘅變數。嗱，呢個變數係咩咧？就係如果有呢個部署嘅話咧，亦都有部分嘅建制嘅勢力咧，係產生極度嘅不滿，因為被清洗出去嘛。咁呢啲產生嘅不滿咧，就好可能喺個選舉嘅呢啲campaign 入邊呢啲活動入邊咧反映出嚟嘅咁當然唔係話佢哋有勝算啦，但係即係擾唔擾亂到個大局咧？呢啲大家可以估。其實家下都開始出現好多嘅暗湧噶啦，暗湧喺地區上，即係你唔同組合，你鄉事本身又好，就算你家鄉事本身都出現內訌啊，有啲支持呢一個嘅，譬如民建聯嘅鄉事系統，或者民建聯本身就係鄉事，即係但係都係幾嫡系嘅民建聯嘅關係嗰啲咧，就繼續支持民建聯啦。好多過去啲即係支持鄉事、支持民建聯嘅鄉事咧，有好多都褪咗出嚟㗎啦。係啊，咁你家下即係鄉事本身又支持民建聯嗰啲咧，家下可能就喺翻鄉事裏面嚟講咧，可能係20%或者頂籠30%到嘅啫，已經係。其實你睇到個阿劉皇發咧咁多年咧，你有冇見佢喺嗰個答問大會度第一次出聲嘅？哇，嗰日幾犀利，就係第一個係出佢問嘢啊嘛。咁呢個係代表咗咩咧？其一咧就係話咧，如果喺咁嘅背景之下咧，有可能啊，部分嘅票係攞唔勻嘅，攞唔勻。咁攞唔勻就有啲票打出嚟嘅時候咧，咁就有可能類似其他嘅一啲即係激進民主派，好似人民力量或者甚至泛民咧，有可能偷到雞。呢個第一樣嘢。但第二樣嘢咧，嗰個配票同中票嘅情況咧，就更加比以往更加厲害啦。係。嗱，呢個咧就一個相當之奇怪嘅樣，你要發覺咧，區議會嗰陣時嗰個選舉咧，選民嘅人數係下降嘅，但係出嚟投票嘅比例咧係越嚟越高嘅嚇。咁呢個現象咧，今年會繼續發生，即係呢一次嘅選舉會繼續發生，就係點樣咧？就我特別驚係港島區，突然間會走咗好多票出嚟，咁呢票嘅取向咧，大家其實可以估到。港島嘅形勢我又即係唔係太掌握啦。咁但係港島過去嘅投票率咧都唔會特別低嘅，唔會特別低嘅，唔會特別低嘅。咁同埋港島咧，基本上好多係中產票嘅。咁中產票好多時嘅高低咧，就視乎個政治議題。即係中產票咧，就民生議題好多時谷唔起嘅。咁但係個政治議題咧，可能就會係決定嘅選舉嘅主要嘅一個嘅環節。咁如果呢一次喺國民教育即係一個刺激好大，刺激啦，係嘛？對好多即係父母嚟講，好擔心噶嘛，引起恐慌啊，直情引起恐慌啊！你唔知點教啲仔女啊，即係搞到啲仔女唔知變成乜嘢啊！咁頭先嗰個講咧，就可以講話喺眾多嘅因素入邊咧，呢個算係正面嘅。正面嘅意思係咩話？就係話由於呢個共產黨對香港嘅控制產生一個咁大嘅反彈咧，喺未來呢個月，佢有可能犯更加大嘅錯誤，更加多嘅錯誤，類似譬如呢次呢個香港嘅官員上嗱，你就用錯誤嘅詞句啦，即係我就覺得咧，喺中聯或者共產黨嚟講咧，佢唔覺得呢樣，佢唔覺得係錯嘅，佢唔覺得係新，佢覺得唔錯，佢覺得呢一個咧係將香港人即係嗰個政治光譜同個政治定位，
壁壘分明。你係定唔係？譬如你係保皇黨嘅，你係過去係呢個嘅工商黨嘅，你自由黨又好，其他啲黨都好，喺呢個嘅政治定位方面，你唔可以再含混，搖搖擺擺，你唔可以再喺度係啦，搖搖擺擺，即係嗰個決定係點啊？佢係透過呢一個定性，呢個正正係共產黨過去做事嘅模式啊嘛。過去嗰10幾年係搖搖擺擺，即係有得閒有中意攞下着數嚇，到緊咁樣就同你傾下價啲，唔好再搞呢啲嘢啦。係啦，以後就你一係就喺呢邊。一係就我哋嘅敵人嗱，所以佢就清楚喺每一個區、每一個組合，包括超級功能組別嘅選舉，包括喺功能組別嘅選舉，基本上係寸步不讓啊！反為係步步進逼添啊！係嘛？你原本有呢個工商界喺度嘅，做咗好多屆嘅，就要逼你，你即係就即係靠我呢邊嘅碼頭。如果唔係嘅話咧，我哋就揾人同你。唔係，仲有一樣嘢係做事好積極喎。唔好意思咁被動喎，唔可以叫你先蒲頭喎。你日日坐足喺度有咩事嘅時候即刻救駕。其實咁樣嘅發展咧，就令到香港個政治光譜明確兩極化，清清楚楚。一個就係你好似民建聯、工聯會，即係嗰啲嘅所謂外圍組織真正嘅傳統嘅愛國力量。即係你中間嗰啲即係遊離嗰啲咧，越嚟越冇噶啦。以前中間個空間都好大嘅。唔係，仲有啲揾着數嗰啲啊。係啦，揾着數嗰啲唔行開啦，而家冇。嗰啲行開冇啦，你揾着數嘅，可能就間中搖旗吶喊，間中俾啲你。咁但係喺個權力核心裏面，你唔使知。喺呢個行政會議啊，你見行政會議嘅委任一樣嘅，全部都係嗰啲係即係所謂的係嗰啲接入到去嘅，係嘛？咁你跟住咧就係呢一個嘅立法會個選舉，直選呢個功能組別都係就開始咧咁樣定。喂，如果你保皇黨或者係呢個親中陣營呢邊咁樣定嘅話咧，呢個世界好過癮嘅，即係政治梗係兩邊同期發展嘅。你呢邊咁樣定嘅話咧，所謂泛民嗰邊又要走向同樣都會有種嘅即係改變嘅。咁即係話你喺嗰個所謂反中抗共，即係呢一個嘅立場裏面咧，或者係呢一個嘅唔接受港共治港方面咧，你中間含糊嗰啲選民都會逐步被排擠㗎咯，係嘛？咁所以好有趣就係話，咦喺呢個政治光譜嘅發展方面，我諗嚟緊呢一次2012嘅9月9號嘅選舉咧，係香港歷來喺政治光譜方面咧最清晰嘅一次，有機會係一個最清晰嘅一個嘅取向。係啊，嗱，即係呢個如果用一套最不堪嘅即係講法就係。個選舉係極度政治化啦，咁選舉本來就政治化啦，應該政治化，應該政治化。但係呢一次就真係非常非常之政治化嘅，因為佢大家討論嘅議題咧，其實係主要即係聚焦嘅地方咧，好大翻嚟喺政治嘅議題上面。呢個係睇半年前我哋講係始料不及嘅。半年前我仲講緊，我同你仲講緊私底下民生啊嘛，係嘛？但係個問題就係而家民生係政治化咗啊嘛，連教育都政治化咗啦，係啦，咁冇辦法，咁啦就全部即係大家要講呢個政治嘅問題啦吓。咁但係頭先阿大學講過咧，就係我覺得咧，如果頭先嗰個分析係成立嘅話咧，事實上係對人民力量係有利嘅，即係可以講為一個正面嘅因素嚟嘅，因為只有人民力量先至將呢個政治嘅議題。甚至其他即係社會嘅議題咧，將佢一個咁明顯、咁具體講到俾選民聽，係嘛？咁當然啦，選舉結果而家即係距離尚遠啦，好難喺度自己作出一個即係估計啦。但係起碼一樣嘢就係話咧，人民力量一貫嗰個形象係適合今次嘅選舉。如果到時9月嘅氣氛係去到維持而家呢個現狀，係啦。但我估計咧，維持呢個現狀個機會係相當之高，因為你睇佢個政策啊嘛。係啊，你睇佢個呢個政策，我哋睇唔到一個喺呢個月上面調整，會有一個出現一個好大嘅調整出嚟。因為佢一調整嘅話，你要去到政治局常委嘅決定啊嘛。如果我哋即係推算係正確嘅話，換言之，個政治局常委要出現一個大嘅調整，呢個政策先調整。你嘅人選都未定位，都重新再執緊，係咪？咁除非佢重新再執過，或者某一啲嘅即係高層嘅負責人就翻最近嘅近況，覺得有好大嘅問題，可能佢單方面作出決定，但呢個又唔似共產黨過去嘅運動模式嚟嘅。佢喺香港收風都主要係呢班即係極左人俾風佢嘅啫。咁你如果你而家係中央政有咗話朝前波嘈，你話會俾啲咩？仲大鑊係啦，
啲咩風佢先。所以你見到連串呢啲委任同頭先我哋嗰個分析都係吻合咯。係啊，係嘛？即係你因為你明顯知道趙善波一公佈嘅委任就必然出現個反彈㗎啦嘛。佢梗係完全唔理佢有反彈㗎嘛。完全唔理嗰個群眾啊或者主流傳媒啊其他建制派啊對某一啲主要委任人嘅不滿嘅意見已經完全唔理啦嘛。咁佢點解唔理？背後就頭先我哋分析，即係嗰個嘅立場同埋個定位咯。總之嘅大方向就係咧，其實要即係呢個將呢個敵我矛盾咧加強嚇，邊啲係敵人，邊啲係即係我哋嘅人咧，將條線畫得好清晰嚇，就唔好似以前咁一個即係類似一個統戰嘅工作咯。咁呢個其實咧，即係對即係香港市民認識中共嘅面目，港共治港嘅面目咧，係一個好大嘅幫助嘅。因為見到個樣係咁啦，唔會再和稀泥，唔會溫水煮蛙啦。係，而家就即刻一鑊熟，即係打邊爐咁啊，即刻掟落去就煲就熟佢啦，都唔使溫水煮蛙啦，係咪啊？咁對呢樣嘢咧，其實即係會令到更加多嘅香港人醒覺啦。咁呢個係一個即係喺唔好之處，我哋見到一個正面嘅一個趨勢啦。即係你講起未醒嘅，你加到俾呢啲嘢驚醒咗。呢鋪都唔醒咧，就唔使至於醒噶啦。呢鋪唔醒就繼續瞓落去啦，算數啦。即係俾人搞啊，昏迷啊，即係當佢昏迷啦。好啦，咁啊，第一節我哋要結束，係第二節再翻嚟啊。